素食啊，全台素食商店整理啊，哇，有的网址已经失效了。台中的素食这个24家的还可以，也试过了啦。有的会有广告啊。以下的网址已失效，有的连到不同的网站啊。这个按下去，如果要有影片的资料的话，要必须制作这个影片，然后有标题有这个一样的字哦，关键字是加井字哈，然后把影片标题贴在这个频道社群贴文，发布以后有超连接功能，然后再把它点按，点按了以后就可以连接。现在是想要连接到网络上呢，也都没有，那可以创造一个素食馆，或者是素食就好，前面加井字哈，就是创作关键字词，然后在社群贴文发布以后，然后点按超连接。现在要点按那个素食，哇，你看1万部影片呢、有没有？哦，现在那个声音在念易经正式，朗读易经正式，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。订阅本频道，然后在社群贴文那边点按进去，就可以找到这个影片资料库哦。不然哦，你找找看，没有办法下载啊。在那个桌上型电脑可以复制，桌上型电脑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内容呢复制起来。